我唔相信廚師單靠天分就可以成功。我認為只有用心加埋上等嘅食材，只係做好餸嘅秘訣。好似 Diamond 咁，佢哋堅持唔做普通嘅水機，採用億年礦石投資生產嘅家居礦泉水，可以媲美天然嘅礦泉水，而且內心用料不惜工本，由歐美百年老廠生產。水機零件細至一條喉管，甚至一個小膠圈，都確保以無污染成分嘅材料製造嘅。最難得嘅係，佢哋甚至挑戰呢個水機品質權威嘅認證。呢個認證呢，聽講係通過8種以上嘅品質安全檢測，全球幾萬部水機只有約50部通過咋。喺水質保證方面，Diamond 就想得好周到啦。佢哋唔知擔心客戶買錯或者買貴咗水機，從諗到買咗水機之後會唔記得換濾芯，或者換咗無牌濾芯。為咗保護我哋，佢哋唔贊成直接購買水機，寧願先送一部水機俾我哋，只係收月費，再定期幫我哋免費保養同更換原裝濾芯，每3年仲免費更換一部新機添。因為月費係直接俾公司㗎，所以我哋可以避免受騙。我覺得好唔好，唔係用口講㗎，一定喺細節上用心去做好佢。Diamond咁用心，好難得。屋企啲水交俾佢哋，我好放心㗎。水好重要，一定要最好。